造诣其实就是这么美。跟着候选念一句话，那是济公老师说的：快乐是给感恩知足的人念，快乐是给感恩知足的人，幸福是给懂得珍惜的人。幸福是给懂得珍惜的人。所以，如果说呢，那么能够呢，永永远远都是快乐，都是感恩，那我告诉大家，你在这一辈子当中的时候，你永远就是幸福快乐，不会像有一些高学历的高学士，还是一样找不到目标。好，但是我们看到我的波动。光怎么出来了？还要播放。下课了是不是？辛苦不会长那么久。我们到11点半，还是11点？我已经看出去，然后已经一直往靠出去。好来，我们再来看几个影片，或者做一个结论，我们就要上课。辛苦。突然间没声音了。这个音响什么份儿都没事，这里都是 OK 的，都没有静音。声音好。没关系，你们看默剧。不过他的声音真的很甜哦，这一个主播很甜。美国一颗肾26.2900美元，假如你无病无痛，脏腑无损，就已经是个千万富翁了。一部价值百万的车辆，很多人拼命但是对于价值千万自己的身体呢，赤身裸体难人者，这单不过3万钱，平时拼搏去赚钱，看病保养没时间。磨练磨一久，腿蹬眼一翻，明明功夫归了钱，然后推进了火化间，一股青烟上云端，身是一杯北海温，钱财地位和名，眼睛一闭不归。现在的我们其实休息也是处于怠速状态，因为我们的休息就是通宵、玩牌、唱歌、吃宵夜、用的喝酒，直到某天身体出现了问题，把自己一生辛苦赚来的钱乖乖的全部送给了医院，直至倾家荡产，殃及了父母跟子女。但完了想到了啥？你能做的其实还有很多，好好活吧，慢慢抽，一年还有1万多，不要攀，不要比，不要自己气自己。少吃烟，多吃醋，少打麻将，多散步，按时睡，按时起，跑步、跳舞、健身去。大家注意身体，预防疾病啊！多运动，多保养，多洗浴，有没有？洗浴，运动吧，保养吧，千万名车还是美金，拜托。健康是无价的。你看看到上淡薄仔耽误了，问你们，一颗心脏多少美金？
会看的。市价哦，市面的价格，一颗心脏哦，99万多7200多美金啊，100万美金比较好算，3000多台币耶。在我们下营3000万可以盖一间豪宅永盛，你可以住进豪宅，一颗心脏可以住进豪宅，但是你没有心脏，你要吗？住豪宅没心脏，优秀，所以价值1000万美金耶。你会卖吗？你会卖眼角膜吗？你会卖肝脏吗？你会卖肾吗？除非是孝子或孝女，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，他也是无价的，他是免费奉献给爸爸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割一半给爱子爱女，了解吗？那是无价的。但是其他的话，你根本不会去卖，所以我们希望呢，大家呢能够积极备哈。刚才所讲的这一些。前世又有轻化，那我们都把它去掉了吗？好像这一些我们都要去注意。最后面的唐三藏呢，带着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3个徒弟，回到了唐朝自己的国土。唐太宗那么就问，唐三藏，你成功的之道在哪里？你为什么可以成功？你的体力也不怎么好。他说我有坚定的信念，所以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下，坚定的信念。你现在走在这儿是为老天在办事，要坚定的信念一直走下去，绝对不可以有离开。宁可往西而死，也愿意东北一步以求追。孙悟空，唐太宗又问孙悟空，你成功之道在哪里？因为你动不动你就嫌师傅太懦弱。孙悟空说：“人力跟什么？人啊！因为他碰到问题的时候就知道，那么要打电话给谁？观世音菩萨。他有一支热线哦。然后呢，他就碰到了火焰山，他跟谁借芭蕉扇？野扇公主。啊，野扇公主要先打败谁？”你们都有修过《西游记》了，所以呢，你一个人要成功，要需要什么？能力、人脉、解决问题的能力啊，广结善缘。我又问猪八戒，那你看你动不动就想吃人之苦啊，所以你动不动就回高家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你成功之道是什么？念一次，跟对。他问沙和尚，简单听话，照办。因为有时候大师兄、二师兄，那么请他搬东西、带东西，他说 Yes sir， 他绝对不会比较，不会计较。如果又是我，倒霉！你们大师兄、二师兄都欺负我，为什么是我？我们有时候有一些爸爸妈妈请自己的孩子，有没有洗碗、洗衣服？要死我！对，不要叫阿姊啊，不要叫小妹，对。你看看这个都是怎么样？演讲校道第1名的女儿。要死我！有一些人只会讲，做不到。简单一点啊，不要计较了，听话就照办。有时候呢，那我们点完事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，资深的讲师请我们办一些事，一定要我办啊！别的我看看还不错嘛，你干嘛都教我呢？听话照办，他在帮助你成就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个实在是不简单的。我什么都不能够超连接了，我们直接叫。
幸福的脸，这一定要唱几首。你们有没有帮我看到那一首歌在哪里？第一个，是有谢谢你，走在前面很多好，替后面的花园。